座机住伫云林北港，这个阿嬷要90岁啊。较早讲孙仔伫咧时，细汉的时会做红龟粿因食，因为即摆呢囡仔无伫个身躯边，真怀念，所以讲呢，华山基金会就找人甲伊做伙做红龟粿。 囡仔热情活泼跳舞，互大人看甲笑嗨嗨。这囡仔即摆来到北港镇一个独机的阿嬷引导，那串精彩的表演，各位和阿嬷做伙做红龟粿。我今天有跳舞给阿嬷看，还有和阿嬷一起做红豆粿。 有华山基金会长期关怀，最近向协会服务人员讲，较早这个孙细汉的时爱食红龟粿，因为厝内较散，拢爱做红龟粿互因食。即摆因大汉啊，无踮伫咧身躯边，最怀念的，所以才会举办即摆活动。较早咧做红龟粿。 就做老岁仔人拢加减捏一寡孙仔食。做这个活动，培养囡仔感恩的心。囡仔若陪伴阿嬷做粿，跳舞互伊看，佮准备家己画温暖的卡片，阿嬷真欢喜。呼吁所有的在乡亲好朋友啦哈，有钱的人出钱，有力的人出力。华山基金会已经伫咧全台湾设备400个爱心填塞站，协会嘛欢迎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做伙来关心时代。 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